看过餐厅的问题，所来关心这外送人员，就是做外务人员的心声。台中有60-70个外送人员，不满外送平台调整中部地区外送人员薪水的计算方式，至少因每一个人平均的一礼拜，就是讲咧，包括咧1点钟的薪水，甲较早比较起来，减少到2成到4成的薪水，因集体就要求这个诉求。台中市劳工局嘛派人到现场，表示讲要求外送平台伫3月17出面做说明，若是无去说明，就依照劳基法对外送平台罚15万。保障全国外送员权利。60-70位外送员也排下来抗议，因为外送平台调整中中到外送员的薪水。外送员实际走买2礼拜，发现因每一个人平均1点钟的薪水拢互减少。现在呢，他让我们连1个小时可能3张到2张单都不到，你的冷门时段1小时只有44块，不要说基本薪资，你连出门的油钱都不够。外送员摕薪水单来讲，因原本平均1点钟上济会使赚200块，即马上济干那150块，上少干那100块。原本可能1个礼拜可能我会休1天，目前来讲，如果我要达到以前的一个水准的话，我等于每天我都要跑。就真的没有休息到啦。外送平台发声明稿表示，薪资是提悬拟定的奖励，无减少薪水，是为着推动更较正面的发展。不过，台中市劳工局要求外送平台出来说明。那有关他们的劳动权益劳工局这边的话，在3月17号也主动请富胖达公司到劳工局来接受劳动检查。台中市劳工局讲，这个外送平台108年就要拒绝受检，防疫劳基法罚15万。3月17号，若是阁无出来说明，就要阁罚15万。而且劳工局讲会阁加强劳检。另外，外送平台和外送员是承揽关系，外送员的损失，劳工局讲因会使照民法提出救济。